哎，泰國泰姬啊，哎，怎麼？哎，你喺哪邊跳啊？跳到禮拜？你看哪一件啊？南跳。法臉啊，法臉，法臉是嘛？買法臉出身哎呀，用力，法臉好唔好？周等，法臉哦，跟住法臉咯，法臉台東，法臉台東。阿叔啊，你對我叫他出去了。哎，夢雅事情啊，法臉台東，法臉台東啊。對啦，我迄個法臉台東啊，演呢，去複查票我選聽呢，夢雅七八四才不是，哎，你看得出來，兩位泰國站地位啦。試茶，你自家這個試茶，是讓我自然。對呀，這個試茶吃人吶，知道嗎？哎，是都給法臉台東，哎呦，多久呢？這個試茶按味下。開玩笑，你看佢試茶用的就好多人看的，哎，來，阿叔講，來啦，哎，係啊，哎，沒人看，我唔敢比賽，我唔敢比賽，來試。哎呀，還有你是啊，是啊，你做試茶哦，做的啦。哎呦，你以前做過嘛？踢啲檔號，哎呦，踢檔號。本身踢嘅，我自家長茶阿爺。哦，長茶爺。哦，長茶阿爺呢？還有呢？意思就係講事都拜託冇有見。我寬檔啊，一寬過嚟。哦，做得。熟門熟路，體力冇問題。體力冇問題。哎呦，安尼，哎，做得冇。跟阿叔講啦，水選講。因為都對啦。有買都對。中央啊，哎，試茶啊。哦，你試茶幾年？民國65年考到的試都給。哎，做得冇？做得還是唔對哦。民國60幾年，唐後來講歷史故事夠了。哎，中央試茶有經驗。哎，唔講好，亞下大家就會輕少講啊。老保庇的試茶跟木竹無槍後生人暗號呢。哎，我了解啦，那後生人哦，唔要煩惱講，哎呦，老人家人出門，老保庇人出門試茶咁安全，愛啲啦。哎，唔過講到試茶呀，件事情啊，唔但係講到安全，咩摸一下啊，厝內兩位阿哥有啲咧試茶，跟阿靜都有試茶器材嘛？有試茶，試茶啊，你冇？我頭擺有試了，冇退休係是冇試的。哦，哎呦，啊，跟奧多巴有去冇？有，呀，係咪有啲咧去？有，我冇去咯。冇去就我們本人知哦。哎，你可以做貴婦啊！是阿叔見證咯，你知㗎？兩張臉呢唔曉，我說我四張臉的試茶。哎呦，按傻逼哦！哎，有啲人唱幾句兩張臉的唔曉，四張臉的窮又唔曉。哇！不就先從畢業，唔愛試茶，唔愛去奧多巴嘅，就係笑容節。係咩唔愛去啦？啊，茶貨哥後生嘅唔向愛去，係咪講？唔少有老人愛心卡，然後唔儲客人茶。誒，就向愛講，佢貴到咧出門，咩本來就齋做喺儲客人茶。誒，你講到了，做後生人哋煩惱，因為你啊，你1-2年大家都關心講，老保庇試茶有冇？有上司他冇注意到啊，數據他冇靈活嘅時間出去出事情。來，排泄哦，摸一下，超過60歲嘅卡數。哦，因為啲嚇超過60歲，超過60歲，記得係可以講有冇卡數啊數？哎，很忙啊！我香港近邊咧，大家嚟打嘴鼓哦，有當到市內交通嘅規則、規範，還有大家想要了解，亦係冇了解嘅，近邊好好嚟個茶貨店頭前打嘴鼓，我想一聽有當到發上去講。哎，咁你先來談看下其他嘅朋友都帶啲嚟小麥嘅好冇？唐一倫要去問咯，冇唔錯個。成群乜嘅？成群 VCR 咧。對溫州嘅年歲上下修正，唔給困發黑。我覺得這個是合理的，因為呢，人老了就必須要有自覺性，反應沒那麼好。年紀大呀，你不能說我什麼都不能做啊。開車是很正常啊，高齡駕駛沒有什麼危險，只要小心一點就好。老人家就是不要開車，真的比較好。70歲在很多時候眼睛啊，或者是聽力，其實也應該是在下降的狀態。而且現在年輕人騎車又是超級快速的，對，那很多老人家其實是反應不過來的。我認為現在人壽命延長，有的70歲，頭腦靈活還很正常，而且還在工作，所以下修我是比較反對。其實只要開車這個人，他
健康狀況、精神狀況要健康啊，可以開啊，為什麼一定要限制年齡呢？我覺得這是一個還不錯的政策，因為現在慢性病已經年齡不斷在下降，像我的一些長輩，可能50、60歲就會突然出現暈眩啊，或者是有那種閃神啊，所以我認為說，把這個年齡已經降到70歲，是讓那個安全性有大幅的提高。某個情形之下，唔適合高視差嘞。身體有狀況，反應沒有這麼快的時候，愛40、80歲先愛上愛摸一時嘞。都蠻哦。腦類啊，各種的認知的功能，還有你也該行動力，你要服老。手腳唔靈發啊，我從嘢師傅從兩擺，我腰骨開到咗嚟試出去。半點鐘都唔得，我就冇事嘞。大概50歲的時候，發現我先生的青光眼很嚴重，他青光眼他的視野就會變窄，所以他這個突然間臨時從旁邊竄出來都沒辦法，所以後來我們就決定不要開了。在自己平常的行動或者是控制一些儀器上，開始跟以前比較有力不從心的感覺。那我覺得確實就應該要減少這樣子的頻率。我覺得是生理狀況，其實有時候已經沒辦法是用年紀來去當做是一個標準。像我阿公好了，就是他已經快90歲了，對，但他還是都開車出門，因為他覺得他自己的身體狀況很強壯。政府補助的政策有哪個想法？我覺得這個方式是好的啊，就是會讓更多老年人他的能力就是介於需要繳回的時候，那他更有意願的去做一個比較安全的選擇。這個是基本吧，就因為你如果拿走人家的交通工具，然後又不給予一個適當的替補的話，實在是說不過去啊。我覺得市區的話，例如說像是五大都市，捷運、公車都有，計程車、Uber 都很方便的話，你說補助他們一些，我覺得是有一點幫助。但如果說你是在偏鄉，他們可能公車一般要1-2個小時，你叫他交駕照出來，他可能會不太願意。只是要看當地他們大眾運輸的方便性，比如像其實在竹東，我們這裡大眾運輸其實沒有很方便。我記得好像3-4個小時才一班車。在都市可能會比較有可能可以實現這個計劃。我覺得竹東有點難呢，最少也要3000塊吧。至少要有感，因為我們點跟點一定是騎機車或開車，我覺得1500會讓我覺得說，他們可能又會想要冒險騎車或開車。我覺得沒用就講洗腎病人而言好了，他們1個禮拜去醫院洗腎就要3天，那最少的交通費用來回1天400塊，那1500對他們來說有什麼補助嗎？他們光是1個禮拜的車資就超過1500。古時候你看啊，唔但請後生朋友少，其實有啲勞保比7天的會少呢。一定會少的啊，不過啲還有新的規則規範，還有譬如講，不管係後生人也好啊，係講你勞保比吼愛低嘅，現在有啲裁係嘛？有哦，算來吼，個勞保比4才，個勞也才16萬的便宜啊！談起來吼，你講啊，冇啊，睇下冇緊張啦，因為他政府有一隻規定啦，就係講到超過70歲，吼，你70歲嘅時間，佢就要要求我溫州。之前沒有，之前好像75嘛，記得嘛，哦。呀，下修一點點，70歲咧，等到唔75歲嘅時間咧，我重新考駕照，3年就會溫100。唔過叫佢考乜嘅，唔單止會考基本嘅能力，輕重要會考身體嘅能力啦。係啊，咁所以得到有效嘅駕照嘛。還有哦，駕駛你啲70歲嘅時間，就講好，我一下冇去試踩咧，我嘅駕照出價吼高轉去，佢會補貼。哦，從台中運輸做得油料嘅前後拿啦，香港做得油料嘅油費啦，就會希望啊吼勞保比啊吼，就好好享受人生，本人在就好咧啦。你做哪幾多錢？呀，啥舒適啊吼，得昨年做得咧最高係1500個月，差唔多做得拿6年嘅時間。哦，給代步嘅津貼哦，代步嘅津貼，一就會代步嘅津貼啊。哦，一條錢就會6年算下做得拿到3萬兩元哦。所以還哦，差不多3萬兩。36000元，唐一輪咧太極太6大順啦。哦，可以笑。奇怪，這麼2年聽啦。
最多70米色的。冇啦，唔咩俩意思啦，70米色，咩俩意思呢？哇喲，唔會，趙鵬哥很生氣。大家真係討論，我講70歲以上嘅吼，嘅老母比較特別注意哦，留意自家加少要溫毛吼，自家叫誰要記得啦。70歲嘅時節要注意。不過正經吼，喺吃到講食材正經都冇方便吼，還有一些問題嘅話，搞轉移，還有溝通嘅緊貼做得難。我知道你專業懂好啊，我知道。唔過咁正經懂好咧，其實就像人哋家樣片有看到啊，有啲人會做講，以後哦，啊有啲人會做講，有懂到嘅問題像趙紅哥就做啦。先來問一下惠妹姐啦，惠妹，佢講到政府啊有一個補貼啦，還講肉爆比食材，你這個也還沒啲咧食材。本上上班的時間食材啊，到退休以後咧，是我老公退休是收上半年。哦。到退休以後專門是給事，還是冇事。20人冇事咧。唔帶哪邊？帶戶口，先做戶口哦。嘅，按你算起來就講態度是老狀下冇強用。係冇。戶口差喺度冇。台中運輸島嘛，公差。戶口咧，他10人嘅咯。哦。人口也7、8萬啦。哦，既然也講你用公婆冇食材錯。我老公咧87歲啦，去年都瘦啦，今年他冇嘛吼。我意思講錯，譬如講錯嘅公差啦，也係貨差，對你來講方便嘛？方便，還方便啊。哦，我超還會騎歐多拜啊！你家還會騎歐多拜？係啊，我34年吃的啊。啊，82歲咧。哦，看唔出來呢。哇，今日問一下，極分。哇，蘇慶姐喏，蘇慶姐，你家還很啲咧騎歐多拜？啊，冇見佢嘅視察，有沒有啊？對啦，幾個視察，你家還在新竹嗰邊哦，還有大概9年是算偏鄉，還有東港都偏鄉。佢出外頭嘅茶，我來做竹筒，外頭買東西買菜咩專門去竹筒啊？個竹筒嘅茶都黃山嗰片愛用過來茶筒燒。走船頭一台一邊，當朝頭一邊，下朝一邊，唔方便，冇人係檢查。啊！你等下咩事？你腳又臭，多拜咩去，四郎茶咩去，真勁哈，全部做的。那有甘薯豆嘞，茶就是趙紅哥的大老婆。真勁。出外頭嘅茶，我來做竹筒，外頭買東西買菜咩專門去竹筒啊？個竹筒嘅茶都黃山嗰片愛用過來茶筒燒，走船頭一台一邊，當朝頭一邊，下朝一邊，唔方便，冇人係檢查。啊，係，所以其實嗰度老人家出門真係都冇方便，都冇方便。而家還會行機場茶出去冇？啊冇，我哋要自家視察。行你自家視。行你自家視察。係。啊！我老公就是冇市場嘅事誒。哦。啊！有冇再寄去？係啊，再寄去。我多半就唔去啦。什麼動太上？也不用大家問去，我都買。真係好上咧。I V 等下咩事？你腳又臭哦。多拜咩去？四郎茶咩去？真勁哈！全部做得，我哋一項目。今日嘅70歲以後嘅問題，假如都係問題，對我來講唔係問題，唔係問題。那有甘薯豆咧，茶就是趙紅哥的大老婆。真嘅。我所講人家青菜滿滿啊，其實最睇問題，譬如講小鳳哥，佢喺視察一天吃到嘅公共交通冇方便嘛，一天係容易嘛。你去那邊係方便性啊，嗱所以啲講哦，啲交通嘅便利性係動態就冇問題。係呢，雖然你講啊，做得從台中運輸啦，唔過唔係所有嘅素材吼，就像雙北共用啊，有客運啊，公差有安利片啦。係啊，有陣時哦，你自己一出門，係講無法度視察誒，很少會知，有陣時又無啲木卡，錯冇？按你嘅心情係清了解嘅，我去市場買菜，很少人係載唔去上班。啊，唔過有去上班，天意有陣時候買菜要打嘴鼓，佢就會嫌，哎呦，還唔會打嘴鼓，
電動叫我有壓力錯嘛？正經的，有想秋龍姐點頭了。而且市場買出來聽聽哦，都人知。問下秋龍姐姐好。當然啦，無啥好其中無腳樣啊。係啊。人即家去哪都去哪，我買去叫都買去叫，我留去叫都留去叫啊。按過一下就冇辦法咧。你啊冇辦法啦。唔知就算唔咯，正經係一台石個薑茶，其實一定唔咩算錢嘅。冇興佢定啊，我儲起我都下茶啦。係。我東西買好，我爭個嫌過台啊。不用算中間等。按你算下一個幾錢？我一張嘢平均愛差唔多6000元嘅錢，因為我係有食材油都6000元，加油啊！唔做咩很記啦，很記事。唔過其實係你按嘅啦。哇，鼓手按你架勢，但像一張嘢布條差唔多1500聽，真係啊！真係特色嘅，真係特色，1500。真係特色嘅。哦，係可能唔過為咗安全啦，喺講花錢啊買防騙安心嘅。按你就當面啦，一方面咧喺呢度安全啦，另外一方面喺呢度愛省錢啦，那已經卡有勁咯。跟係專門咯，就兩邊咧泰國太極。你啊，年紀60歲，試茶嘅時間，你開始有吃到冇按輕鬆嘛，冇按改嘛。咁真經因為路有影響到咧。阿叔講來講下。阿叔講。咩影響冇太？因為我做工廠語言嗬，我做唔哋炒茶去啊，其後都係講效果會做大，按你講再材料冇可能啦。嗰度我對試茶嚟講嗬，應該都相當好啦，較方便啦。啊，如果你壓下試茶嘅時間，之後老頭擺較後上嘅時間，身體嘅感受當中有差冇？目前嚟講係冇差。我知道冇，因為你看佢炒咗兩位按章都兩多。另外邊打咗一個較強壯啲嘅。有做邊就炒3分之一都按你做。我習慣。做邊就按習慣。對，我習慣。我講身體當好呢，那核心的位置，按你試茶還沒做的。你剛剛是你頭前沒有那個桌子的話，他就不力挺身跟你聊天。很做得，很做得。證明去甲身體冇問題。阿肥講，阿肥講，跟唔知道呢？我知道你聽當強鬆啦，我想一啲講強鬆多哪位？咁有冇人講？老20-30年前、30-40年前，窮咗，完全冇覺咗，懂厲害嘅，像是去發動了啊，全部咩從頭試到尾啊，到的是台南街去看一下，休息站去看一下，吃下咖啡，喝下藥，又再個跌過去，推動發電200啦，今日你係超唔超嘅啦，係啊，今日做嘅鐵棍，哇，懂厲害呢，阿叔，愛啲咧。你也喊問嗬，你設計有問題冇啊？佢就聽錯不講，完全冇問題。係咩事都係冇。古時人你話動槍，你係稱呼係冇問題冇乜。古時人你可以揾一個方式啦。你問？阿蘋哥，跟藝啲啊，你冇問題，快要嚟18歲，按後上錯冇？跟你啊朋友有問題冇？講緊朋友時冇判係後人啊。我就想問你朋友有問題冇？你朋友。係身體有差冇啊？各人咧身體狀況冇強樣，冇強樣。啊，有啲人幾日啦，其實運得不卡肚啦。啊，有啲人當日又靈活係疼痛，又去行路又去運動，加又保持到運動嘅習慣。啊，嗰種幾日咧坐定衝高嘅冇疼痛嘅，一下身體用白養用市場。所以我個人咧身體狀況，可能有啲人啊腰骨痛，係啊，目睭唔好，有三高嘅人啊，就會影響到試茶嘅能力啦。跟100%係有關係啊，100%有關係。哎，我知哦。身體嘅狀況，啊，老人試茶嗬，係100%，跟冇騙人。真嘅，真是我讀到一張客戶啊，嗬，佢茶停到不卡嘛，個壽司啊，其中4道茶壺去嘅啊。壽司全部還留在茶檔，個手啊，大都還在低檔。哎呦，啊，佢停茶都不卡冇問題啊。個其實下茶呀，下茶聽日要試茶，天發大了。哎，老闆，我茶用我唔可以煩哦。
啊，你嘛唔會發哦，叫我船不是轉來都好啊，我唔會發。你冇天嘛，我講你天課冇管冇天嘛，叫唔係啊，叫我全部有管啊。叫白梅係乜嘅？呵，佢打到啲樣會發啊，人家打到 P 檔啊。係啊，D 檔打到 P 檔啊，有冇發啦？記憶門，這是認知記憶。係真彈出來咧啦。誒，古種顏色體都是有含個影響。共同顏色體。飛妹子啊，顏色吼係先從青苔嘅吼，跟你知道講，較老咧咁真勁會影響啊。當然啦，乜個東西個茶到人的村莊啊，來到機器村莊啊，沒有常常去動它，個茶是會壞的啦。人也是一樣，要運動啊，你沒有運動，沒有動它，這裡面的機器也會壞啊。跟人家他冇視察，人家老公，我冇講當係，用乜講當係？佢講把按多些冇視察，冇開多年。冇開而家冇開切㗎。啊，唔講好點點，因為講出按那個法，係有發什麼嘅事情？第一個年紀大，第二個他也跌倒過，然後跌到一擺啦，係啦，腳冇蠻好，知道嘅。跌到一擺以後咧，開始反應就他遲鈍就跌跌的啦。哦，就他慢啲嘅啊，只是冇視察，冇視察。你看，家人就轉過來。唔可以體諒你呢，唔可以試試你呢，就冇講你係有較強壯，你係講冇以前較強壯。蘇慶姐有影響冇？有啊，嚇有哦，一定有哦。特別後生嘅視察吼，啊，即家做啲四多園林，啊用來回做冇感覺咧，你下園林你都有，你下來做視察是。吃到高雄，才發現到啊，忘記下交流道。跟他較多，較風啊，較多嘅哦，較唔敢試誒。哎呦！啊，你下來是當係總連去到二重埔啊樣嗬，二重埔嗰邊去載藝孫啊，藝前去下茶，然後啊用下班轉來，行過前面嗌老公嗌到見咩視察唔得嚟啦。啊，因為佢去用了哈，該山高該對吧？許多條路該上到了該末梢神經，時常個末梢神經，所以佢上去視察會斷片，一路講都斷片，唔記得幾條都該視察，所以個茶是偏到奧多巴油啊，偏到右邊，往右邊大到奧多巴油，衝到奧多巴油大轉來左邊是衝人來轎車，黑波呀。佢老多幾隻咧是碰碰車，係咪？你冇用買型啊？嗬？你冇用買型，帶做嘅那個很嚴，咩啱啱你啊？很危險，當危險嘅。我說，倘到人老公安尼經驗啊，正因吃到底下動到肉不被控呢，沒有阻礙的事情，就是講你這個還有什麼三高的藥啦，有那個嗜睡狀況，然後講末梢神經問題，一天都反覆的檢查一下，好，盡量莫視察，按安全為主。係呢，嗰種按呢想起來啊，嗬，青蔥油嘅並唔係講顏色結態，應該係安全一兩雜事。唔講嗬，我家下咩要干數嘅度啊，大家唔係講冇從事安全，比安全行下蔥油嘅係你嘅18我過下。當然啦，冇防騙，冇便利。呢篇嘅我用家散哦，我來摸一下嗬。茶嘅係比老婆還重要的。阿肥哥，咁冇幫人試茶做得嘛？係應該做唔得。嗱一講哦，係有應該做唔得。正如貴天講，阿肥哥，哦，做唔得試茶嘅咯。你吃到最冇防騙嘅嘛？係出門啊，親朋友啊，社交問題。那出門親朋友，你摸茶，你是當唔方便嘛？啊，你也搭公車，你單只該家時間啊，錯啦，係嘛？啊，上司機如果係慢飯，你是冇辦法去掌控時間。阿飛講係方法咧，能辦出用朋友約，全部約到亞博卡。太假食材，你唔是食材，全部都亞博卡。做了。那等一下啊，同工，還有聽力上你們有問題。防範哦，防範機啊。啊，唔過按你瑞全哥安用架實哦。以目前來講，我正樣，我一天都視察。係啊。屋卡，視察去奧多拜，就會挨做負責。叫做假使講，隔幾年後，假使講國際問過來，日本人在。因為我哋鄉下嗬，交通工具冇方便，真嘅。嗰好行當從一節嘅路，漳州的去等茶。係啊，係對，就會有安尼冇方便。我第一全國最吃到講啊，我因為佢
一直以來服務披薩，你啊多轉來其實吃到講啊，我不要增加病人的負擔。係因為聽心理呀，乖乖啦。誰來很熟？誰冇？誰冇喏？係啊，佢像邊位姐咧，你動好食材，跟按嚟漢拜就本配上人做得冇？講係肉類。古爽做食材的呀，冇朋友的呀，講係肉類，冇朋友的呀。提出你知道沒有朋友啦。提出兩種綜合，比如說沒有朋友啦，還有配啥齋，人家聘人負擔。從頭要拜託你來摘啊。所以講你他們喺這個市場出事情哦，就俺唔可以留你台啊，你去叫去抽乾了哎呀。哎呦，抽乾咯！買個三輪車本比較安全嘅。切，送嘅都冇得去哦。講係肉類，古爽做食材的呀，冇朋友的呀，講係肉類，冇朋友的呀。提出沒有朋友啦。提出兩種綜合，比如說沒有朋友啦，還有配啥齋，人家聘人負擔。從頭要拜託你來摘啊。我知道，你嘅客家人都奇怪，都當講麻煩配啥？係啦，你講哎呦，在下有陣時我攏講，佢哋啲講啲件事情嘅時間，唔單槍係講。還有一種為難，還有乜個失去主控權嘅感覺，有冇？還有乜個我吃到，就像惠妹姐講誒，我說來問老咯，我的尊嚴受損咯，我吃到係安內型嘅狀況啊，躺起來啦。啊，古種啊，受緊幫日啦，吼，你我來解決一個問題。當然呢，一方面你要照顧到裝備嘅安全，係啊。另外一方面要照顧到佢嘅心理，一唔單止係補貼嘅問題嚟呢。係喲。係啊。跟我就會想講，家人看到當到斯坦人啲講食材呢件事，你有問到後生人冇？哦，有哦。古數咧，你就來談看下啦。後生人佢哋嘅感覺樣辦？面對到你嘅裝備啲咧食材。佢哋會樣辦落去處理，好，看一下，來看下。總比窮用現成食材嘅原因係，就我爸來說，我覺得他是想要自主權誒，就像他昨天還開着車帶我媽去走北橫。他還是很喜歡，就是開着車到處溜達。我覺得那是一種習慣的延續，因為像我爸爸，他就是從以前都是不斷的擔任開車這個角色，對他來講那是刻在骨子裡的一種，我覺得可能是一種責任感。另外一種情況是他本來就習慣了開車的那種自由度，因為方向盤掌握在自己手中，你要去哪裡都是自己的自由。通常高齡人他們的腿都不良於行，然後體力又沒有那麼好，他們又很想爬走，然後又很想去旅行或者很想去做什麼事情。有時候子女又不在身邊，所以他就會想要開車出去，因為他用走的他也走不到，因為他從以前就開車，對他來講那可能是承載着他從以前就載我阿嬤還有我媽媽跟他兄弟姐妹長年累月的回憶，而且他現在開的是名車，所以他可能覺得這樣很搖擺吧。他覺得他身體很好，而且他長久以來就是這樣開，他覺得沒有什麼問題。有的人可能住在比較遠的地方，然後他可能到市區啦，他必須要開車。我覺得圖方便應該是比較多啦。我用半天總比某位公食材嘞。我是得把他把他要開了，我把他拔掉。他就是很兇，說拿來啦這樣子之類的。就是我跟他一直去搶那個鑰匙，不要讓他開。我們就是一半講好話，一半就是用威脅，就很生氣的跟他說：“你再開車的話，我真的不管你了。然後你這出任何問題，我也不管你。”這樣。就很嚴重的跟他講一些利害關係，這樣。我們可以幫你出計程車錢啊，讓你每天坐計程車去圓山運動啊，就是你沒有必要一定要開車啊，或者是你這樣很危險啊，萬一你出了什麼事怎麼辦？就是諸如此類，你想象得到的都勸了。就是有跟他說，現在因為開車本身很辛苦，然後又需要很專注，那他現在年紀大啦，就會希望說他可以舒舒服服的坐車就好，能不開車就不要開車。在我們還沒有上路之前，然後我就會跟他說，那我先開，然後我中途再換你開，或是一路開回屏東。對，我就一路開回屏東。咁有其他切開食材嘅好方法？媳婦吧，或者是兒女多回家看家人，然後帶他們上下這樣吧。
像我們剛剛有看到，就是原住民他們都會包一種車下來買完菜，然後再坐車一起回去。我們剛剛就有看到，對，就是從山上這樣，我就覺得還不錯啊。我覺得那種免費搭乘的服務，有點像是接駁車、公車、康復巴士，对之類的，可能要在路線要再多一點。我們大廈裡面有些長者，他們是搭乘那種他們自己的那種電動車，我覺得那個還不錯，那個可以代步，然後也不是說真的像那種車子這樣子的交通工具上馬路。現在就看到有蠻多類似幸福巴士啊，可能會到定點去接送他們到一些他們，例如說醫院或者是他們一些需要的場合，我覺得就可以比較減少這種他們自己说不定也覺得自己好像沒有辦法駕馭的情況，然後又不會覺得好像要麻煩子女、麻煩別人。哇！我發現到，你有買過？我算迄2-3個後上年。哎呦，我單槍就小聽聽的哈。因為你後上年國土啦，你先講看了利西亞字後，你自己敢講有沒？你自己要去訪問掉的後上年。知道講吼，這個因果輪迴啦。你有買過？頭擺韓式後上個時間，阿妹就講，哇，因出門了啊哈，將個壽司們空起來啊，用辦。呀，你們唔準啊，斯坦人出去呢，變咗準嚟呢。係呢。哦，我感覺到，其實吼，後生人我按你想，因為佢煩惱較多，係驚唔出事情，我笑一天我笑啊。係啊，家下人你看樣片嘅時間，我順豐嘅蘇芹仔就有講。有喎，特別講喎。聽講nhà來咩強用廣告差唔多嘅話係冇？廖恆華。講嘛嘅喏，因為伊上班沒講查貨完了嘛吼，就喊你頭會死啊，每件事就喊你頭會死啊，所以俺用個來吼，是去家來講啊，講你了是，我多擺不是迄媽媽陪你哦，吼，一下去是用啥去的哦，講你迄個視察去啊，衝動人家唔知叫攞啥的，哎呦，好嘛？哎，唐也懂得人講，所以講你他們迄這個視察出事情哦，講俺唔好老唔陪啊。你去叫去抽乾了，哎呀！哎呦，抽乾了！這個恐嚇，哎呀，就是有點威脅利用。唔係，另外講行義之外，佢要搞唔講？哎，你視察叫，哎，出門當方便啊，總得坐大眾捷運系統叫搞唔講？有嘅，係就係我搞嘅，你都講，如果從來查冇說唔包嗰啲，係見到嗰有天花有啊，哦，從來到嗰網上喺存呢，有專門做檢查，我強查嘅天花全部留本嚟呢度。哎，你呢度是搶劫查了專業需要有。唔過還有一三年，沒強用嘅例子啦，吼，哎。妹妹子啊，伢老講，是有本身人嚟按你廣告嘛，我就講好啊，轉去啊，都是我冇負責的哦。有冇？有啊，我冇是千人哦。即係幾講乜？8年冇視察哦，你冇開始幹嘛？上個月開了撇曬。哎呦，你係激發證人。那是很重的話，他就是唔講嘢講啊，其實講嘢冇開了人，要開始解咗開了撇曬。啊，不過至少我本期有啱我一種方法，比如講買個三輪車本期較安全嘅。送嘅都冇愛去哦，結果買到愛去你去啊，送嘅都冇愛去啊。自尊啊，他有尊嚴。哎，正經呢。自尊呢，他有自尊心呢。因為有講，睇下啲路路上看到嘅三輪車嘛，有上是正經係。當路也係講腳毛病，身體毛好誒，張偉騎，有上次你這騎到路上，那天天騎，會不會踩喺堵到，伊冇好意思講，誒，騎啊夾咧，無法吐夾。係啊，我們說咧，阿翔講，因為你自己嘅工作吼，做視察，你啲路上一定看到當道菜，加講嘅三輪嘅菜，3輪嘅菜啊，3輪嘅菜一定看過嘛。是看過。係啊，你自己嘅上班有買去？我最重要吼，總體吼。能夠出來啊，講時間的天通查，係一個就講出去散心的方式。但是唔會造成人的冇方便。時間查，佢不管往大出國，佢想我挖轉右邊殺就挖轉右邊殺，我挖轉左邊殺就挖轉左邊殺。你睇到嘅後邊調查又唔得。故作講深度嘅，你講腳時間的話嗬，你就會當遠啦。微服部有老人嘅輔具，補貼，係嘛？嘅項目特別多嗬，有啲補貼嘅錢，係嘛？睇下冇想買嘅話，我聽講有租嘅，做嚟用租嘅。
哦，像他目前愛個沒有啲公館呢，係冇用煮嘅，就買下度，可能他堵屍嘅地方，啲微服部有啲有可能，所以用煮，假使講冇法度試查，又冇法度買嘅，所以就用租借嘅方式蠻好。好是好啦，啊，唔過重點就會講哦，年意思啦。係啦，唔過講到啊，吼，生意又會強，冇像我本人就試查，你自家做得接數冇啊？你們用埋 N， 我當初定用埋 N， 而家人拉啊，攏唔講，唔可以攏唔講，安尼發，強樣嘅發我攏唔講。我媽媽我說唔好試查哦，想用白線咯，你錯過呢，我唔可以用埋 N。我本來檢查迄個5886個就本來迄個嚇5886個就啊，我本來係檢查的時候，我哋個時間我等，我咪咩唔方便啊，哦，咁冇。就容易交通出錯嘅啦。係啊，我交通啦，我交通望到度陪藝，所以藝拉啲字我盡量哦，用人哋方法，我安排我配合啊樣。哦，係。等於係啲當啱學。唔過學係同講，青啱學嘅應該係比妹子。係吃到氣。唔幹，都點樣講唔幹。不要惹他，我為到要開事情來，大家弄得氣氛不好哈。我都從頭尾嫌個5568嘅哈，強樣啦，強嫌柴啦，嫌柴啦。哎呦，你每日一直嫌柴嘅哦。姓怪嘅楚永姐，你剛開始你做得接書。一開始我咩冇接書啊？係真嘅咯。我一開始我講。我又冇去驚啊，去查又唔會驚啊。天天你有乜個問題？而且我去學校，但學校嘅時間長嘛，我不是一禮拜2星期學校嘛，哈，啊我都慢慢騎啊，我心口咩講嘅？對啊，媽媽騎車可以啊，哈，我做唔得咯，哈，做得本佢騎人，我講冇做超唔方便，真嘅一個時間上班係55688哈，係3、4擺當嫌多。呢篇信，係真的出的呢篇信。我想問我有遇到一件事情，3年冇同生意嚟講法，冇3月啊2月啦。講咩？我拉啊，啲當客佢講嘅，我上半堂啊，唔係講真嘅出事情啊，唔係講大爺捱到又冇上班，又扣錢，又要照顧，喺搶外勞哈，嚟照顧又沒有錢，然後你自己又串通。哦，比講啊，對我太妹就發現啦，講話當衝啊，咁你真嘅去嚇，唔好，我搶家咗啦，我當接送你，我去那我接送。哇！我這樣子我就不忍心，不忍心啦。哎啦，後來我就講好，我就抽查。嘅生意全部談判專家。係啊，阿個比妹子。你阿老公幾兩時？我家妹唔天天唔記得問人老公，人老公幾兩時？你講嘅叫啊，你很佢冇事曬，佢幾兩時有發現？其實你在外去坐高鐵，我即家去買票，哪怕都講我進到卡是做得買呢。哦，冇，自查嘅情況是講，即家我有自己提名，自知之明啦，哈。哦，我懂好呢。係啊，第二啲交通不上班喎。比妹子，你阿老公幾兩時？我家妹唔天天唔記得問人老公，人老公幾兩時？你講嘅叫啊，你很佢冇事曬，佢幾兩時有發現喎？佢好坦來講，我從頭乜嘅個性好強哈。從頭乜嘅東西不好事情全部我都慢慢的介紹俾佢談哈，他可以接受，做得接受。嗰時候阿珍咧。台北有後生人嚟講，我而家談到嗬，我自家都談唔講，談老婆俾講，我知道後生人情感度上係安全。係啊，你老婆比上係尊嚴。我來平啊！我出動嗱，你功課一天要修，因為他家都會落啊。係啦，唔講話之後講，咩我俾後生人講自己嘅話啦，唔但係俾到安全，咩唔盼得阿妹啊，我舒服。真嘅。係可能薄片嘅，其實身體亦唔爽。唔係特生人都想阿肥講，係咪食材啊？唔係特啥槍啊？係啊。既然是有上過嘛，有吃過，坐公車啦，坐台中運輸。雖然目前冇人想，唔過家人提醒我一下，我是想到嘅。係哦。真是睇到人自家感覺講。
這個認知出問題咧。所以講我特別視察，從來都唔是倆摸該摸，是摸安順吶。嘿，你視察是會知道倆邊該摸該堅持是你這個認知還是有問題，有問題的。跟有吃過嘛？你這個真正吃過講，有一年一兩年我唔是冇視察，我去抽公茶啊，抽台中運輸有冇？目前還冇按上到，真是還冇按。假使是有嘅話，你會吃點嘛？一天都吃，一天唔會吃，一天都按你做呀。我靠，聽到你看佢嘅表情。吃上按個按年啦，茶係冇事啊，最冇上海冇按太。真嘅啊！跟我有蠻出門。唔係我都係最少咩上海冇按太，對披薩嚟講，其實一天都是還是收嘅啦。係啦，咁唔係講一天啊，時間多咧嗬，從冇腳咁樣。時間多咧，改愛叫轉去，這個啦。你講一下，身體嘅機能自家底嘛。係啊，係啦。最尾做氣象查都好呀。係啦，做得啦。係啦。阿蘇婷這隻5688。係啊。無啊，像我前半夜本身都我來要愛在愛，這點時我老公身體唔好，又都愛撒嬌，都愛。撒嬌。嘿，都每次送進去容易人檢查，然後咧我籌備又成功嘅哦，我來講，迄個無在去，自家去嘅嚇，有兩萬去，所以其實咱愛安排，嚇，今日在愛去坐高鐵。哦，我即家去買票，我怕都講我進樓卡是做對買呢。哦，冇，嗰天冇。唔是即家坐過高鐵啊，所以其實講我身份證我買個居民嘛。我說那怎麼？小姐講沒關係，我讓佢居民本人1年之內你可以來退啊。所以今日讓拿全票量來這哈，就下半來哈，所以是搞愛啊，又學到了哦。好嘞。到高鐵，我新橋人來講，你在東山那個出口出去，再坐計程車，快啲嚟，我考慮落去看人下，我就停下。行咯啦。結果嗰個高鐵嘅旅遊啊，火車站你係用時物嘅最後用，再係每北醫啊北嘛嘅啊，都未一見跌到看到東落去東醫還是個好嘞。大錯咧，爭掉。其實蘇婷這樣咧啊，就幫我上到啊，上來要賭到一筆太高哦。今日試才說好多年，結果佢講，佢亞哈某啲嘅試才，規年啲咧搞城市解謎。哎呦，佢就講因為亞哈退休過後行某事啊，古時候當年啦，按嚟抽查，就同當做迄個過關斬將這樣。佢冇愛對鴉片人出去，佢冇愛抽鴉片公差。某一種方式，佢講喊做以防是之爭，弄緊頭。按你這裡談起來，我吃到做得用哪一種想法啦方法？就阿飛講一天要試餐，我吃到你正經要潛1日、潛2日，像蘇婷這樣呢，當做旅行。台北茶餐廳都用吧？真像出櫃用啊，正經來做兩個方法當好，又做得聯動用，幫你坐你捷運啊、高鐵啊、公車啊，做一當好啊。係呢，古時你看亞按呢啊，就做得一種安全，然後也個自尊心，尋到一個好嘅平衡點。係嘅，正經。最明係咩？想要搶高大家吼，啲物價用嘅狀況下、條件下，唔會吃到講試差對自家、對用路人、對其他人係最安心嘅。哦，好啦，摸一下直接試差，用辦狀況下，要同大家講，用辦怎麼安心？你自家身邊有當多好朋友試差，一定有物價故事問題。哦，有啦，這個。原本我係13年是做警察條路哈，有一家客戶啦，70、80歲咯，佢當嘅時候去老人會館，因為佢帶關係他3度該很多6福村啊當過，佢根本都冇公車車。係啊，哦，那行車也唔方便。有一擺咧，其實是得家屋卡要出家下哈，是後腿嘛，乜顧出嘛，哈，乜顧出。唔係做乜嘅，雖然講啊，當人講啊，調檔我調到油門。哦。咁好在家後背無人。咁一台車師傅唔會衝立喎，我哋夾半樣都順頭。係。記得騎到後背，夾板是擋回下面。阿叔，後擺真係是怕冇事咯，我講禮拜車漲起來啊，要按多錢。我講你講要3部車要10個人咧，我講我按多錢要10個人，我講將就該保費提起啦，冇事嘅。我講哦，該看人後生啊人來掠到吼，
是講了手權有幾樣車好係咪冇天花六本兒，能人是很差，很差。都是哈，一天哦，身體雖然講佢看到吃到哦，有得事啊，掉當啊，啥掉唔出嚟，該接一發啦，把骨一打呼是真創阿姨啊，但是哦，該把好鬼在哦，眼前冇能辦，好菜，試菜情況是講一家要有次第名，自知之明啦哈。哦，哎，講懂好呢。係啊，來拜你啲交通鋪上班嗬。阿全哥，太你在先頭啊！阿全哥，你知道呢？因為你工作又有食材，對，屋卡咩食材，你吃到你啲乜嘅狀況下，你會吃到講嚟食材對自家對配啥最安心。第一點是身體嘅狀況啊，還有一點就係講路況。路況啊，當道啊，你像走高速公路中央啊，你就冇停太長，前後就冇停。高速公路都係呢，但是人鄉下注意嘅紅綠燈嘛，較少嘅啦，車輛冇多按到啦。係，所以阿全哥講得懂好，就是講人食材唔單止注意自家，還要注意人規個路況。有像是太熟悉嘅路，你除非吃到講哦，我青菜絲，喺冇熟悉嘅路吼。喊他注意，因為冇試過嘛。故說我今日按大嘴骨多啲嚇，有啲嚴肅。我講係唔係，雖然講係私事呢，係私事咯。我講唔係講大家講，啊我見幾多歲啊，年紀嘅問題，唔係你討論唔單槍係講，禁止所有嘅年歲太人駕駛嘛。應該係講你叫做制度，應用蠻完善，嚇，應用辦來篩選。來查核，來之後啲張你叫咩大嘴骨當創業嘅概念，因為泰國都會直接講，哎呦年歲太重，你做唔得食材冇，唔係，偏偏大家對高齡駕駛一種怒氣，真勁咧真勁，因為吼明頂係啊明頂係個良心啊，聽說公益機巴啦，吼，我相信阿炳哥食材聽說比我較安全。一天係，我收特首事都比你較安全。我講，我咩當歡喜做得來啲位大水股，因為我接下來咧用泰國台是自駕去旅行去發動。哎呦，唔過吼，落波邊嘅行係要注意到安全啊。啊，不過你好想啲體相嘅時間啦，吼，咩唔但像禁止講，哎呦，做唔得食材，做唔得食材，其實我退一步來去想一下，叫做最財富嘅係乜嘅？係用乜嘅方法？泰國咩地政府有一些配套嘅措施嘛，哈，有啲法令啊規定，啊，還有我希望設計本種批，行得好食材。行得好器材，也係講呢本啲公車啦，睇種嘅交通嘅系統，做得行得完善，不管係上司，也係講上下，來知道大家出門唔是煩惱，冇出窗嚟講阿炳講，你冇食材。不讓大家來挨屋卡啲，所以是愛做的啦吼。你講根本嘅咧，大家都係啲啲位得到法定也好，也係個自家上嘅地道嘅交通嘅知識。三來，所以去老了哈，記得咯，你來插播點，向下流面線，當你都老線，上來了，好看點冇？